走了，我先去拍照了。哎，就这样。摄像机里面也好好看哦。先把那个灯挪开吧，我先没往这样吧。对。眼神回来一点点。OK， 下来吧，换地方，换地方，换那边那个景。哎，两手插兜子，然后往下好奇的看。你能不能只拍一张天空的？往上看。对。那你稍微往前压一点，对，看镜头。别往别的地方看一下。OK 了。